日籍投手达比修有加入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芝加哥小熊后，就饱受伤病所苦，如今终于在春训第2次先发找回信心。小熊今天以13-4击败芝加哥白袜，达比修有投了2局，用了27球，其中有17个好球。达比修有说：“这是我生涯中最棒的状态。”在小熊打者痛击白袜时，达比修有退场后又到牛棚投了15球，他的快速球可达时速97英里，约156公里。这次他的控制力很好，与春训首次先发时制胜球控制力不足，导致送出4次保送的状况截然不同。达比修有说：“我的球速能到97英里，滑球很好，指叉球也很棒。”小熊总教练麦登 Joe Maddon 表示，这只跟他的自信有关，如今也建立在正确方向，因为他的生理条件很好。达比修有在2018年2月和小熊签下6年1.26亿美元，约新台币38.7亿元合约，但只先发8场就被放进伤兵名单，之后在小联盟投了2场复健赛，整季就宣告报销。32岁的达比修有去年9月进行关节镜手术，治疗手肘伤势。达比修有说：“如果我觉得手肘舒服，我想我能帮得上球队的忙。如果我能帮助球队，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在分区胜出，并在季后赛取胜。”